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27号。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恆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首先是碧桂園媒體報道說碧桂園旗下13家子公司進入破產程序。根據公開信息顯示碧桂園旗下有13家子公司已進入或正在進入破產程序，他們所處的階段和基本情況各有不同。具體什麼原因，咱們也不用多說了資不抵債，树倒猢猻散呢。这個碧桂園集團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下面的子公司能破的將它破掉，只要不涉及到集團公司擔保，對吧？集團公司的這種債務，那就讓它破，就這麼個思路你也可以理解成叫減純邊，把碧桂園這些枝蔓都給它減掉，最後剩下的就是難以處理的，那最後來個整體的，對吧？破產重整，這是打掃外圍這個打掃外圍的不光是碧桂園還有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北京五和萬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因其涉及2起執行案件未履行法律義務，被正式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也就是俗稱的老賴鄭州市金水區人民法院2026年1月23日發布公告，對鄭州萬科南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王朝東依法採取限制消費措施，此案號為豫0105智輝2573，是該公司一系列債務糾紛進入司法強制執行階段的公開標誌。這是萬科的子公司鄭州萬科南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被強制執行，這個大家應該不陌生自從萬科說那個公開債務要延期之後我就說了，債權人一定會迫不及待，看誰速度快，速度快的還能搶點東西，速度慢的那煙灰缸的不一定能搶得上，那債權人可不客氣了前面大家還有一絲幻想，就覺得萬科可能倒不下吧，萬科這麼大企業，萬科背後可是深圳地鐵萬科大股東可是深圳國資委它不可能倒吧，國家不可能不救吧，因為大家都抱着這種幻想，所以說再加上你去找萬科他一定會給你希望給你承諾是吧？再過1年，再過半年，對吧？咱們眼看着馬上就好了，國家就要救市了，這樓市馬上就回暖了，所以說這債權人都在觀望，這個我太清楚了你萬科多少債權人呢？都在觀望，因為你這個時候你不敢下手說我就徹底得罪萬科，那你以後日子過不過你業務還做不做對吧？種種原因就是債權人都在觀望，結果好嘛，你那邊公開債都付不起了，要違約了，所以說只要有人開第一槍後面就大家就一哄而上，都別客氣，8仙過海各顯神通，看誰更快。現在搶到手的就是那才是真正的搶到手變現，所以說大家就明白了萬科為什麼很難救你一旦踏上这一步，就這種司法訴訟查封凍結夠到喝一壺的。昨天咱們說了對吧？北京的一家萬科和這個祝總的合資公司破產，實際上關於萬科的傳言很多現在越傳也越是豐富對吧？越邪乎，什麼萬科的前董事長都已經進去了，實際上這些傳言也不足為奇進去也很正常，畢竟這個許老板都已經進去好幾年了，所以現在傳什麼都不要大驚小怪。而且萬科這個事情呢，一定是會拔出蘿蔔帶出泥牽涉的人物一定會非常多，对吧？現在祝久勝對吧？9個已經進去了，還有那個什麼新捷是吧？深圳地鐵的那個已經進去了，再進去10幾個又算得了什麼呢？對吧？由於萬科現在岌岌可危，導致這個王石對吧？跟他媳婦田朴珺現在都這個傳聞都非常多。說來說去就是萬科不行了。如果萬科這個光環還在，那誰也不會去小看王石。這王石依然是這個創業教父對吧？這個企業家等等。可惜這個光環沒了，所以這個傳言就蔓延到王石身上，甚至傳婚變等等這個都不足為奇，實際上都是反映了叫傾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們再看看這個各路專家對咱們樓市也有什麼新的見解。我們首先看花旗這個花旗他搞了一個報告叫中國房地產2026年銷售展望2025年土地收購的自下而上分析。這個花旗說2025年上市房企拿地高度集中，僅13家企業參與拿地，佔比約 43%， 其中前5大房企合計拿地金額約佔全行業的 71%， 以央企為主的中海地產、保利發展和華潤置地連續2年位居前3。也就是說央企中海地產、保利、華潤還在瘋狂拿地这個中海拿了920億，保利發展
產拿了690億，華潤置地拿了670億。還是老規矩啊，誰拿的地多，誰爆的雷就多啊。雖然這些房企啊拿的地都是1、2線城市核心地段的稀缺資源，但是啊這個年頭啊也沒有什麼說資源就是一定是稀缺的，也是水漲船高啊，行情不好都得賠錢。有錢人的韭菜，对吧？那富豪也是有數的，富豪就那麼多，你不能指着他在上海買了之後還買第2套、第3套吧、第4套，對吧？也就是富豪你割的也差不多了，你再開發賣給誰？最近啊這個私募這個女魔頭啊，這個是什麼半夏投資吧，那個李貝很火啊，我也不知道他怎麼就老上熱搜啊，這是花錢買的還是怎麼着的？然後他就說房地產啊迎來10年一遇的機遇，我記得前2天咱也講過了啊。李貝說啊，這輪調整後地產行業面臨10年一遇的機會，也就是這個李貝啊好像就是瘋狂唱多这個房地產，而且他不是說今天唱多啊，他是連續多少年一直在唱多，伴隨着房地產啊這個決絕的啊下行啊，房地產一路下行，這個李貝啊他一直在唱多，按道理是臉都已經被打腫了，但是呢這不影響他上熱搜，對吧？然後他說啊，這輪調整以後啊，地產行業面臨10年一遇的機會。最近啊，尤其是2026年這個開年以來啊，關於樓市啊這個評論啊，現在基本上都在偏多，各路人馬跳出來，基本上都是在看多。什麼原因，對吧？這也不言自明啊。主要分這麼幾類人啊。第一類啊是幹房地產的，這個真正的幹房地產這行業的人啊，他們非常謹慎，一般的不預測市場何時見底，只提意見和建議，包括研究機構的分析師、中介或者代理的負責人，就什麼時候見底他們幾乎都不預測，或者說的是比較含糊，但建議非常具体，对吧？包括建議降低房貸利率、收储存量商品房、停售法拍房等等。这是一種人，就是說他在一線啊實幹的，他就是房企的，對吧？或者是就在一線天天接觸這些房企啊，對銷售，對吧？對這個買房的人還比較了解，這是一種人。第二類呢是不幹地產的財經大 V， 而這類人呢，往往他的觀點啊，就大部分啊都預測說今年就見底了，見底之後這個房子還要創新高，對吧？房子還要暴漲，機會來了。這些人裡面就包括御用的經濟學家、國內的投資人，你比如說這個，對吧？孟教授，還有這個馬冠元老師等等，他們，對吧？他們有理論、有光環、有頭銜，但是真正的一線的啊房地產的這些從業人員對他們的看法恐怕是不能苟同啊。還有比如這個任澤平老師，對吧？任澤平老師一會兒是3個信號，一會兒是5個信號，3個信號一出現，這房價就要漲。我上一次做了個節目，對吧？他那個3個信號不可能同時出現，那也就變成房價不會漲。你說這叫什麼事嗎？我覺得啊，任澤平老師他主要是在這個恆大幹的時間還比較短，他雖然在恆大待了1年，對吧？他遠離一線，他在恆大上班的時候，他是在北京，所以說他沒有參與恆大的運作，他就不知道。就是這些專家啊，他為什麼他雖然他有理論，對吧？他也看懂周期，看懂了日本、美國到處，對吧？這個都有案例，他也研究，但是為什麼他對國內的這房地產預測他總是不準呢？這裡面就幾個問題啊，一個就是照搬照抄，把書讀死了，就是本來房地產變量是12個，他只看到了6個，完了就那6個瘋狂分析，都對上了，那就應該這麼走。實際上另外還有6個變量他不知道，他看不見呢，明白了吧？這個做數學題一樣的，這些我告訴你，經濟學家數學都不行，物理更差，學文科的嘛，对吧？他基本上變量沒整明白，多少個變量他只看到4個，還有好幾個變量他沒看見，所以他分析總是不準吶，對吧？這個比如說啊，你國內的韭菜和日本和美國的韭菜的不一樣，對吧？狀態也不一樣，情緒也不一樣。國內的韭菜更容易情緒化，表現在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那就是暴漲暴跌，要麼就是發家致富，要麼就是傾家蕩產，就這種啊更多，是吧？那房子是漲到15萬1平米的時候，還閉着眼買，堅信後面能漲到30萬，它就這種。2021年、2022年杭州的那個新房還在暴漲，還有好多人，對吧？2022年大家去查一下新聞，2022年恆大的已經爆雷1年了，杭州還有很多人去打新，為什麼呢？因為旁邊二手房這個價格比那新房還要貴，你新房你只要買到手了，等到2年以後解禁你就能賣，你旁邊二手房價格都貴啊，你就買到就是賺錢，買到就是賺到。還有好多人呢，是不是去打新啊？2022年呢，这種瘋狂的行為，这種非理性的啊，恐怕在日本、美國啊也比較少吧。所以我說啊，這些專家他天天研究這個消失的什麼30年，對吧？美國的什麼次貸危機，但是他不看這些背景，他也不看這個兩邊的這個韭菜這種心態，對吧？也就是變量很多，他只看中了幾個變量，所以他總是，對吧？
這個跟市場相悖。第三類人就是境外機構，这個境外的機構我感覺就是求生欲吧，對吧？他好歹也在國內搞業務，也不能被罰，對吧？不讓他在這開展業務，那所以他們就是我感覺是揣着明白裝糊塗吧，講好聽的說吧，模稜兩可，實在不行就搞個兩版 A、B 版，對吧？對外是一套，內部花錢的客戶看的是另外一套。我們再看看啊，第一財經報道啊，說北京樓市新政滿月，北京熱點學區房成交放量，這第一財經報道的啊，他說片區整體成交量明顯上升，部分學區房價格也有企穩的趨勢。新政發布後啊，項目月度到訪量上漲2成，成交套數漲超1成，距離北京發布1224新政已1月有餘。記者採訪多名一線從業人員發現，北京樓市活躍度正有所改善，部分樓盤到訪以及二手房帶看量提升。相關從業者普遍表示，跟之前比，這輪政策力度相當可以為來年小陽春做鋪墊等。北京鏈家報告也顯示啊，新政後1個月，也就是2025年12月24號到2026年1月25號，北京鏈家二手房交易量較政策出台前增長了33%，也漲了1/3啊。新增客源量、帶看量分別增長14%、18%。專家認為，新政對樓市活躍度形成一定支撐，雖然結構性庫存壓力尚未完全緩解，但在政策持續發力、優質地塊供應增加、購房成本下行等因素的支撐下，市場預期有望逐步改善。這個新聞來了啊，也就是我一直說的這個5月份之前吧，4月、3月、2月、1月，北京、上海一線城市，甚至有好多這個省會城市啊，那就會什麼成交放量啊，樓市企穩，這個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啊，這個就是跟這個小陽春有關係。這個小陽春就是小孩上學啊，每年的這個時候啊，它都會有個波動，有個擾動啊。但是你看啊，它成交放量了，漲了，對吧？二手房啊，鏈家賣的就是二手房，漲了1/3，但是它價格沒漲，對吧？某種程度上還是以價換量，什麼意思？也就是很多房東啊也知道，趁着這個機會趕緊賣吧，你別再較勁，明年賣更便宜，是不是這個邏輯啊？從這個媒體公布的啊，截止到1月25號，重點15個城市住宅銷量數据啊，也能看出問題。截止到1月25號，跟去年同期相比啊，這個15個城市新房銷量同比下降30%，新房賣不動。但是啊，二手房同比還增長了7%，這是1月份啊，說明什麼呢？這就是我剛才說的，跟学区房關係比較大。我們在網上啊，經常會聽到有人說啊，10年前買房，你似乎是吧，是可以少奮鬥20年，而現在買房呢，也可能意味着你要多奮鬥10年。什麼意思呢？就10幾年前房價漲得快，對吧？不管你有沒有工作，不管你是不是要失業，你都應該買房。你越沒工作，越失業，你越要買房。買了房3年以後，你就這房子就賺了100萬，少奮鬥20年。但是現在呢，對吧？你買了房之後，這房價天天跌，最後你要多奮鬥10年。大家看視頻啊。過去你買房子少奮鬥20年，現在你買房子以後要多奮鬥至少10年。中國這個商品房啊，從一開始它的租售比就是完全偏離世界的正常的軌道的。非常簡单，租售比就是你的房價不能超過你房租的300倍，有300倍就是泡沫。那現在上海普遍是800倍到1000倍。我前2天到徐匯濱江一看，3500萬起價的房子，那是最便宜的。我一折加幣700萬，700萬在多倫多是可以買 Rose Style 的豪宅的，前庭後院全是你的，这個土地下面有油也是你的，上面高空800米之內的地空全是你的，而且你是可以傳下去的。你對比吧，它只是一棟樓當中的一套啊。You own nothing， 你什麼都沒有擁有。房子本身是不增值的，增值的是土地啊。國外所謂的 real estate 房地產，原來叫西班牙語叫 King's Land， 國王的土地。房地產唯一增值的只是土地，房子只是水泥啊，什麼一些裝飾啊，什麼買下來就跟你豪車買下來以後，實際上就是貶值的。但是為什麼前30年它不是這樣的？那前30年那是中國的高速發展，漲了12倍，那你房價漲，那也是同步的嘛。但是我覺得房地產不會暴跌，這是我的分析，它會陰跌。它為什麼不會暴跌？一暴跌，銀行怎麼辦？所以它不斷的會釋放出一些利好的消息。中國還是有人有錢，他會不斷的填進去。所以除非你必須買房，不買房的話，這個日子就過不下去了。除此之外，沒有必要。租房性價比中國太好了。
在上海3萬塊錢月租金可以住到5000萬的豪宅啊，每月只有3萬塊錢租金啊，這個世界哪裡去找啊？人家給你裝修，你拎包入住啊。我那些海歸的朋友到上海一看，人家問他，你為什麼不買房？他說我為什麼要買房？我3萬塊錢的房租，我這兒住2年，那邊住2年，什麼豪宅住不到啊？4000多美金在曼哈頓只能住一個18平米的小的 studio 啊，你為什麼要買房？而且它這個水終究會平，那麼你說這個房子也好，有沒有必要買？整個我已經說透了，它現在進到一個逆周期。過去你買房子少奮鬥20年，現在你買房子以後要多奮鬥至少10年，這不是周期的問題啊，這是一個時代 over 了。實際上這個在網上這種案例是比比皆是啊，有多少人就因為買錯了房子，对吧？辛辛苦苦10幾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這個例子實在太多啊。3联生活周刊刊登過一篇文章，叫一個25歲的農村女孩高位買房之後。他的文章說啊，他說買房前啊，我25歲，農村單身女，在城市打拼3年，存款12萬，蝸居在租金700的10平米老破小单间，這很正常啊，很多打工人不都這樣嗎？要麼是跟人合租，对吧？住中間的一個臥室，要麼就是住那種叫什麼貝殼或者那種公寓，對吧？租一個房間，這是很多北漂、沪漂打工人都是這個狀態啊。他說買房後呢，積蓄清零，背負50萬負債，每月房貸3200元，利率5.75%。好在擁有了自己20平的臥室，未來大概再也不用過漂泊流離的生活。很多人買房之前都是这麼想的啊，買房了就意味着固定了嘛，穩定了，对吧？再也不用到處租房。好，我像真的通過自己的努力，在城市裡有了一個家。我在社交媒體悄悄記錄着這份小確幸，與好友分享買房的喜悅，渾身洋溢着幹勁。那時身為新媒體工作者，一心想如勤懇的老黃牛，多寫稿子，多賺錢，讓這個小家更安穩些。他說本以為日子會一直平穩過下去，生活卻跟我開了個玩笑。去年下半年，我所在的公司解散了，我被迫離開熱愛的崗位，房價變動和突然失業將我推向無序。再回看2021年高位買房的決定，心中百感交集。這是一個農村女孩買房買在最高點的這麼一個故事，都跟所有買房的人一樣，都是不想再搬家，想穩定，不想漂泊，所以決定要自己買一套自己的房子。另外一個這個作者說，他因為是農村的，所以他特別渴望成為城裡人，渴望把自己的農業戶口變成城市戶口，幻想就此洗去身上的自卑，不是與人交往時的膽怯啊。也就是他這個女孩買房，她還有另外一重這個意思，在城裡面買了房就可以落戶在這兒，然後他就變成一個城裡人。這個作者說在房地產火熱的那幾年，同事裡面有人2016年買的房，短短2年從8000元一平漲到了17000元一平，升值速度堪比今日的金價，這短短2年就翻了1倍啊，不止。有人四處搖號，一年搖了14個盤，卻顆粒無收。這股熱潮讓我心動了，但心動不頂用，我深知僅靠自己那點存款，想買均價1.5萬至2.3萬一平的新房，簡直天方夜譚。說父母供我上大學已實屬不易，早年家裡蓋房，奶奶治病，積蓄早已所剩無幾，想要買房能靠的只有自己，頂多再從工作4年的姐姐那裡尋求點支援，也就是跟七大姑八大姨借錢能借的也就是他姐姐。但是他為了要圓他的這個買房夢說如今姐姐在上海工作，在他影響下工作3年，我攢下了10來萬準備買房。你看他真的很辛苦很努力，就他这個工作3年他能攢10萬，幾番權衡。2021年你看看悲催的時候到了我將目光投向老破小，畢竟相比又貴又要搖號的新房，我對房子的需求是一個避風港，一個能讓我在城市裡有歸屬感的小家。相比小區戶型等，我更在意的是城裡人的認同感，這個就有點走火入魔了這頻繁刷新二手房軟件後，我找到不少首付14萬、15萬，面積40餘平米，總價60萬左右的老房子，房齡久些，50萬左右的也有。每天下班後，我都迫不及待的
約中介看房，即便8月末的夏天悶熱潮濕，坐在中介的電動摩托車後座，我也滿心歡喜。2021年9月，你看這悲催吧，這恆大剛暴雷，對吧？或者他一買房，恆大就暴雷，他是真正的啊，站在那個頂峰上面的，站在山巔上的。山頂資本，他說我終於覓得心儀的小房子，房主是位剛退休的阿姨，要去照顧外孫，所以買房。交易時，阿姨說看我親切，還獨自買房，於是好心優惠1萬元。如今想來，那房子掛了多半年，先有人問津，遇到我這樣的買家，簡直就像中了彩票。可當時我認定這房子與我有緣，房子房齡和我相仿，戶型方正，離地鐵口500米，還在城牆邊。雖然房子只有北向採光，但我想着自己早出晚歸無所謂。我沒有意識到急切買房的心態已埋下許多隱患，比如入住一年後，衛生間就嚴重滲水，賠償樓下鄰居1000多元，那就是那個防水沒做好啊，就是老房子。說交易時的我只滿心想着買下這房子就是妥妥的城里人。那時我被小區門口那棵需要2人環抱的梧桐樹深深吸引。說離譜到什麼程度呢？離譜到啊，連中介都有點看不下去了。中介啊說有點掏心窩子的勸告，說這房子啊可不好轉手。但是啊，這個作者因為他就一心要圓他的買房夢啊，正好看上這個價格合適，他就覺得啊，我有了這個家之後，我就在這兒住一輩子，對吧？我就在這兒待着了，我又不想着賣，你提什麼流通呢，對吧？轉手。第一次買房的就是這個觀點啊，說中介勸告歸勸告，坑人依然毫不留情。辦理貸款時，我對手續、房貸政策一竅不通，但在中介房產大熱、銀行放貸困難的說辭下，不僅掏了3000多元貸款代辦費，還滿心感激，每次見面都給中介買可樂。你要知道2021年那個時候按揭貸款是辦不下來的啊，2021年按揭貸款一般要辦，長的要1年，短的你快也要半年。你不像现在啊，现在你要買房按揭貸款1個月給你批下來，或者幾天馬上給你批。2021年是要長的要1年啊，有的還批不下來啊，你想買說你不夠格啊，不給你貸款。所以那個時候就你想買房，你就得求這些中介，哎，給他錢，他找人說能給你按揭辦下來，就這麼一個市場。這個作者說啊，就這樣，我以5.75%的高額利率背上了房貸，這個真叫悲催啊！他正好是房價和利率最高點上的車。這個作者說啊，2021年9月29號，你看看恆大剛爆雷嗎？姑娘還是做自媒體的，你說恆大爆雷你不知道嗎？你知道了你還買，哎，人家就不信邪。所以這個人一旦這個叫走火入魔啊，攔不住啊，中介攔也攔不住。他說2021年9月29號，我大概會永遠記得那一天，和中介房東在二手房交易市场分道揚鑣後，我拿着房產證，假裝淡定地走到衛生間隔檔裡，把紅本本翻來覆去的查看，看到某某某單獨所有幾個小字，毫不誇張，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滴滴答答掉個不停。他哪裡知道啊，關於這個房子，這還是他第一次哭啊，後面還有哭的時候，後面叫欲哭無淚，現在他還能哭啊。這房本到手啊，他說我跑去火鍋店，想着這可能是未來15年吃的最好的一頓飯。晚上10點的火鍋店人煙稀少，望着咕嘟嘟冒泡的牛油鍋，我猛下3份娃娃菜，說辣的眼淚直流。這第2次流淚啊！我想着往後要精打細算過日子了，但內心仍滿是激動與喜悅，因為在這座漂泊的城市，我終於有了自己的家。這後面就是一通收拾啊，裝修啊，這個裝飾啊，對吧？自己的窩嘛，這就不說了啊。精心布置，又付出了很多心血。那麼時間一晃，到了2024年初，作者結婚了，徹底搬離了自己的小房子。說爸媽因村裡事務來城裡住的少，我和房子的聯繫幾乎只剩每月的房貸還款信息。但從內心深處，這個房子讓我感到堅定踏實，仿佛它是我的退路。也就是到了2024年，他還沒有感覺到痛苦，這個很厲害啊！這叫這個痛感叫什麼？叫延遲啊，叫什麼？鈍感，這叫鈍感。本以為日子可以平穩過下去，生活卻跟我開了個玩笑。我在一家內容平台做撰稿編輯5年多，因一次輿情被迫離開熱愛的崗位。失業的第1個月，我渾渾噩噩窩在家裡，不想見人，也就失業了唄，被裁啊，也不想找工作，感覺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但每個月固定的房貸催收短信，又讓我知道自己不能徹底躺平。好在做自媒體又有短暫的博主經歷，我算是積累了一些工作經驗和人脈。翻看存款時，我意識到如果繼續消沉，可能一心建造的堡壘也要
要坍塌。我開始重構自己的生活，並主動擁抱外部世界，試圖通過寫作努力獲得收入，但這很難，勉強糊口。關於房子，雖早聽聞呢，房價下行，但我一直自我安慰，早買早享受。直到2024年，樓下同戶型鄰居賣房的消息徹底刺痛了我。就是他樓下那個鄰居啊，那房子要賣，售價30萬，這意味着鄰居的售價與我2年前貸款的額度相同，也就是他的首付已經跌沒了，他的這個2年他這個還的按揭貸款白還了，說我白白賠掉的是全部首付和利息，我不僅搭進了所有的存款，還欠姐姐10萬塊借款。但是現在的我刻意控制自己，不刷房產信息，卸載購房軟件，可仍躲不過大數據推送的降價消息。也就是你越不想看，越有人給你推送這個，小區的房子降價了。作者說夜深人靜，躺在小床上，我仍會感慨，拋開外部環境，僅看當下，房貸利率從 5.75% 降到 3.1%， 每月少還600元，這又何嘗不是新的希望呢？你看他倒能自我安慰這就是對吧？典型的一個買在最高點，結果這個前半生是白忙。早買早享受一點都沒錯但是早買早享受指的不是你貸款，對吧？你加槓桿買，那怎麼叫享受呢？那叫賭博，對吧？那是把自己放在一個最危險的地方，漲就好，对吧？漲你就賺錢了好幾倍，但是命運開了個玩笑，它就是下跌。現在失業，對吧？問題是他這個房子降價其實還沒有跌到頭跌到什麼時候還不知道每個月3200的這個房貸就像一個枷鎖套在他的脖子上，這一套就是30年了，對吧？你可以當做鴕鳥不理這個，對吧？自己過自己日子，但是你這個一套就是30年，你什麼時候是個頭呢？你總得會看。如果那個時候說房價回來了還好，如果房價跌得更深腰斬，那很多地方都跌了80%，你說北京的燕郊，對吧？北京環京周邊的很多地方跌80%，關鍵還賣不掉，沒有流動性，嚴重套牢。所以說這個何嘗不是真正的斬殺線呢？對吧？把你前半生的所有的積蓄一把清零，然後这個關鍵清零完了之後，那個套子還在。那這個人作者他也是千萬萬個買房人的縮影。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